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这个江燕医全力来研发着照护的机器人，会当侦测到独居老人生活状况，及时通知伊的家人逝世。这项的研发参加着美国消费性电子展的创新奖，有来得奖，嘛，互咱台湾的科技伫国际上来发光。 对起床开始，机器人就伫边啊关心长辈是毋是有食好，这个数据也会伫第一时间传回伫外面工作资料、生活起居各项记录，上调侦测系统也有一个。只要发现长辈絆倒啊，机器人会马上通知。 这种由江燕医研发制作 AI 录灵陪伴机器人，内建真侪感应装置，会当随时记录分析数据，传入资料，为了让使用者袂伤大压力，外形上有特别的设计。人形的机器人或许会给家中的生活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压迫感，所以我们这次就刻意把它设计成是一个类家具的形式，这样子。 会诞生这种机器人，是因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，2050年全世界人口估计有98亿人，其中65以上的老人超过15亿，大约是占总人口的16%。人口老化已经不是台湾的问题，是全球拢爱面对的难题。另外，根据江燕医产科国际所预期，2020年照护机器人全球产值的超过170亿的美金，需求会胜过工业用的机器人。它真正的 user 是这些独居老人的小孩子，他想要让这些小孩子更能够了解他的父母的生活的状况。期待这种机器人的问世，当互子女伫外面拍拼的时无后顾之忧。这项研发嘛得到2020年美国消费性电子展创新奖、智慧家庭类的创新奖，嘛互人感受到台湾人科技的实力。